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医院针对台南市各小甲高中的学生，佮有老师疫苗注射的部分，要安怎伫开学进前来完成两剂来向市府提问。市长表示，所有的老师要尽量伫开学进前甲注了两剂，若注袂了的话嘛，必须要伫开学的时阵，拢至少有注过一剂，并伫咧拄开学的时阵，佮接种第二剂。但是12岁到18岁的学生，敢若会当注射 BNT 疫苗，必须要等到9月底疫苗到的时阵，才有法度安排。今年的疫情真的是比去年还严峻哈。那么现在是暑假期间，那么这些同学要打2剂嘛，一个人都要打2剂。咱是规定这的国小、国中到高中这的学生甲这的老师，咱拍算什么时阵要来甲伊拍，伊较有法度在暑假期间把2剂完成。议员报告一下，老师应该是伫9月初开学进前要打完2剂。是，是。至少打第1剂，然后开学初打第2剂。那打第1剂就有保护力。学生因为12岁到18岁的只能打 BNT 啦。是。BNT 的话，因为9月底才会到，所以12岁到18岁的同学，就是9月底到了就注射。另外，议员嘛讲到港尾到倒病的部分，目前已经做好审查的准备，伊嘛会当赶紧安排检查，过来甲工程发包出去。无目前当地有真侪杂草，议员烦恼后摆落大雨的时阵可能会涨水。再者，顶月部分溪仔巷桥的堤防原本设计过低，嘛呼吁市府要赶紧处理，有防大雨的时阵，互当地去做水灾。台南县，阮为着这港尾沟安尼淹水整个台南县就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咱就努力这抓港尾沟来做分洪道，了后，搁再来加灌，因为伫过去咧。未加灌的时阵，几乎每年的大雨拢是周围的邻里拢是淹的，所以咱即马有看到另外一边，迄是已经雨沟变做即马硬土桥做好的一边。么咱即马时间这边，就是过去咱无够经费，所以咱用土石人去甲伊做起来。结果咧，土石人是无路用的，落雨来大水冲嘛是共款草啊法，所以讲。这边咱即马看到时间遮的后壁边，就是咱人力清洁队的区队。每次若落大雨，清洁队第一个重要，赶紧去把车开走，无就是淹车歹去来。如同刚刚议员也谢谢你的关心，那也在持续关心这个案子的进度。目前这个大概就在提细设审查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预计可能在10月份呢，接续可以来办理。水利署这边备查完之后，再继续来办理这工程的发包作业。上游段的部分呢，刚才议员有提到，这个大概也争取到水利所经费有500万的经费来办理相关的那个重新检讨。把上游段的一个护岸高度不足的部分呢，我们来重新再做一些相关检讨了之后，争取经费来办理改善。议员嘛感谢市府的帮忙，针对林德地塘路特27号道路工程。拢总开发经费10亿4500万，除了解决饮水的问题外，嘛甲道路对原本的8米拓宽到25米。伫这条直直的道路顶悬会当看到黄昏的时阵日头落山的美景。同时，这段路嘛去互当地里民甲叫做落日大道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